好，欢迎收看2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开始，室内唔免挂嘴暗，早起有民众洗袂场都无挂嘴暗，提醒民众大众运输甲病嘛是爱挂嘴暗。北韩今仔透早又搁发射2粒飞弹，48点钟内已经2届试射飞弹，联合国甲日本拢强烈谴责。托尼基甲叙利亚大地震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46000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仔早起去托尼基灾区，嘛宣布要搁捐1亿美金。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1808例本土病例，有44个人染病死亡。另外，今仔日开始放任室内唔免挂嘴暗的规定，详细场所甲地点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是11808例啊，那较上周一是12397例啊，减少了589例，那下降了4.8%。口罩算是放宽的这个实施的日期是今天2月20号，未来我们可能朝向自主，就是你愿意戴就戴哦，那不要戴就不要戴哦，那由自己来判断。好，那我这边再重申一下。我们室内口罩规定放宽的相关的这个原则，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2月20号已经开始实施，那在指定场所还是应该要佩戴口罩，包括医疗照护的机构，还有公共运输，哈。那么另外有一些情境，我们是建议要戴的，包括你自己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好，或者是发烧，好，那另外就是年纪比较大或免疫低下的人。那或者是你处在这个人潮拥挤的、通风不良的地区，那是建议要戴。那么其他的场所，就由民众自主来佩戴。那另外当然学校的部分，包括幼儿园、科照中心、补习班、托婴中心，那这些部分，那由教育部规划是从3月6号才开始。那这个是我们这个通案的原则。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民众在搭乘公共运输的时候呢，在这个运具跟这个场站的付费区或者是收费区，仍需要佩戴口罩。那以下呢，我就简单来说明一下哈。那在运具的部分呢，那就是铁路，那当然就包含了高铁或者是我们一般的铁路运输、捷运，还有缆车，还有公路客运、市区公车、游览车。还有计程车的部分哈，那空运的部分当然就是国内线的客运航班、国际线的客运航班。那海运的部分呢，就像我们国内的这个台马之星或者是这个台华轮等等这一些运具上面呢，都是要全程来佩戴口罩。那在这个场站的部分呢，那就是在这个铁路还有捷运、缆车的场站的付费区。然后机场航厦的管制区，还有海运场站的一个付费区或者是管制区内，也是需要来全程佩戴口罩。今仔开始，室内唔免挂嘴暗哦。早起一寡大卖场，嘛已经有民众无挂嘴暗的洗卖场，也毋过嘛是有人阁袂放心，嘴暗嘛是阁挂条条。卖场业者是表示讲，若是人客有咳嗽、感冒的情况哦，会可劝人客甲嘴暗挂的。卖场的工作人员因为接触的人较侪，目前嘛是该继续挂嘴暗。嘛提醒观众朋友哦，火车、高铁、公车还是病院，嘛是爱挂嘴暗。等800外工，台湾室内挂嘴暗的规定总算是放任啊。亲像卖场等等的场所，民众会当家己决定敢是要挂嘴暗。不过规个看起，大部分的民众拢要是有挂。疫情虽然是明朗了，可是我觉得个人防范还是可以多使用上。还是有感染的期间，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需要戴口罩。可以就是不用戴口罩的那天来到，所以现在有宽松了室内的口罩政策，我就是觉得好啊，那就有规定可以不用戴，我就没有戴这样子。甲挂嘴暗来比，有民众讲无挂的时阵，数空气的感觉是加真好。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资料，虽然室内挂嘴暗的政策有放任，不过民众若去医疗照护等等8大类的场所，也是爱挂。亲像医疗照护场所，包括病院、药房或者是长照机构，这公共运输，亲像是箱体，或者是特殊运具，亲像是救护车等等的运具，拢爱挂嘴暗。虽然室内会当免挂嘴暗，不过也是有卖场的业者考虑员工清洁爱甲人客有季节，要求员工伫咧上班的时阵都爱挂嘴暗。
我们员工是常常接触到非常多的顾客来往，那其实实际上考量到我们员工这边的一些健康安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还是会请员工佩戴口罩。顾客的部分，如果他有明显的咳嗽，或者是他在测温下来的时候情况下是已经超过了标准值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柔性劝导顾客，您尽量还是佩戴口罩。呼吁民众，若是有家扫等等的情形，上好要是爱挂喙罨，才会当避免影响到别人。不过，有医学专家认为讲，放电挂喙罨的规定意义并无大，甲新冠肺炎疫情降级，才袂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洪白讲，11年前伫做台南市的新闻处长的时，接受性交代去酒家。台湾高等检察署成立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外界嘛正关心监听佮有公文外流的代志会安怎处理。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是表示讲尊重司法，希望讲会当量查调查好清楚。多点考办各种的毒品，这是去年中旬到年底进行的第一波安基緝毒专案成果，拢总查获毒品6954.51公斤。其中查扣大麻8223张是历次相关专案上济。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到案视察，不过外界有关注焦伫陈宗彦的案，所谓监听一文甲签评外泄的问题。相关事件的调查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来尊重司法，能够早日厘清真相。都会由台高检署他们来尽速查明。他们在第一时间也除了分案之外，也指派了主任检察官南下去调卷来查明事实的真相。不过国民党立委是积极为立法院外流影片到陈宗彦的案，拢是民进党来斗争，无共派系透过司法来互相打击。为什么不说你们民进党都在利用检调、利用媒体，在进行你们的派系斗争？那这些牵涉到了很明确的司法议题那我们第一个是，如果需要调查，我们也支持法律上面、法务部上面的调查。民党立委刘世峰也讲，将行政院长苏贞昌表态庭，党主席赖清德显示党内氛围是支持改革和团结。另外，多年前陈宗彦涉入收钱，予台南地检署签分贪污他治案调查，2015年以查某事情签结。台湾高等检察署也已经指派主任检察官罗德雄协同台南分署检察官组成调查小组，以量查厘清外界的疑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上海代办副主任李晓东带团的访问团，受到台北市政府邀请来台北看灯会。今仔是访问团行程的最后一天，早起去台北市政府甲市长蒋万安见面，双方嘛针对文化体育做交流。下晡行程结束，因得离开台湾。市长亲自接待，而且在这个会谈中，一切都非常平顺而且顺利哈。那大家这个就两个城市过去交流的经验也有很多的这个分享。访谈过程中，一切都非常顺利。那双方就这个城市交流部分有一些这个谈论，包括文化、包括体育、包括观光上的交流，都有一些深入，就都有一些探讨。蒋万安亲身接待访问团，嘛互相送对方纪念品。外界正关心讲，双方敢会讨论到双城论坛，今年敢会继续举办呢？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论坛对台北市跟上海的都市交流拢有贡献哦。市长嘛指示副市长林奕华继续甲贵方保持沟通。咱再来看 AI 开讲机器人的听书 ChatGPT。回答问题、写文章拢表现了真好，也毋过老师就真烦恼讲，学生的作业甚至是论文会偷食步，用这款的软体来协助。因为目前高中学生必须爱写学习历程档案，都有老师嘛真烦恼讲，大学方面毋知敢有法度来分辨讲，这敢是机器人写的，惊讲会去影响到公平性。进入开讲机器人定性，所以你想要了解问题，就用得到回应。ChatGPT 上去了后，有民众会用来分析数据、代写文案，甚至是写报告，或者是用在高中学习历程档案制作。就是有点像别人写的范例，然后可能也是做参考而已。心路历程嘛，就是还是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再重写一篇。东西还是要自己完成，不然到时候面对教授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
问高中生有人会摕来当做资料参考，有的人使用意愿无悬。实际数字关键的字句，马上生成一篇新作文，小可修改，看起来结果都算完整。像是一个生成一个叫样品屋的这样的概念，可是它很多的细节它并不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学生呢去了解事情背后的细节，找到问题真正的原因，而不要只是去依赖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大学课教制度当中，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是采集重点之一，这么方便佮精简的内容，应当做写作、查资料或者是论稿的工具。不过外界也质疑，是不是影响大学的市民审查的公平性？我们第一个当然就会看说，你这个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老师重要的学习的重点，是不是真的都存在，还是其实也有这种错误的现象？老师们就会根据你写的内容再去追问，不排除也不排斥同学们可以拿这个当成是一个 AI 小书童帮你去写草稿。可是你最后还是自己要把这些内容消化过后再讲出来。学者指出 ，ChatGPT 用真紧产生内容，有时阵也会出问题。另外，学习历程档案是可教的采集项目之一，也会甲学习考试这其他条件斗阵衡量。所以 ChatGPT 应当做是工具，说明是唯一。不过未来这项技术会如何发展，确实要继续观察，看是不是要有相关的应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真侪公司的法人说明会拢安排伫即礼拜哦。今仔早起，台湾股市一开盘是落27点，也毋过后来金融、观光、百货等类股拢起，指数又搁转来到15500点的关卡，收盘是收伫15551点哦。目前新台票是30.39换1块的美金。顶礼拜五，美国四大指数除了道琼收小红以外，其他三大指数全部拢落。台股早盘以小块落27点开出了后，伫金融、观光、甲百货等类股，颠倒是由乌反红。指数重新徛登去15500点的关卡，甲5日还阁有12线。那富国新山台积电嘛有落较少，落的幅度伫咧1%以内。有一些中小型股其实今天表现还不错，最近面板的族群走势就比较强，这个都事先有在反映产业的一个落底状况。不过台积电的走势是比较弱一点啊。那除了说巴菲特卖股的一个效应持续之外，另外就是最近美国股市下跌，台积电的 ADR 走势也比较疲弱，外资最近也比较没有去买进台积电。那这礼拜台股，包括台积电、联电等等40多间大型的上市贵公司，会甲外资法人座谈，或者是举行发说会，拢会牵连到接落来台股的走势。分析师表示，以台积电来讲，虽然伫1月份交出好成绩，不过进一步为台积电的财务预测，会当看到除非是调关财务预测，若无2月至3月业绩，恐惊会出现比1月份较低压力。这嘛，抵出最近台积电股价走弱的局势。在疫情发生的期间呢，相关的这个企业有一点过度高估这个需求，所以导致这种库存过剩的情况发生。去库存的话，大概就是快则在今年的第一季，慢则第二季，应该这个相关的这个去化可以完成。我认为下半年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复苏，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的。那新台票换美金，伫 FED 官员放鹰，美金指数踩跌关点，新台票开盘落1分，开伫30.42块。不过对台股反红，而且徛登去5日平均线甲10日平均线，汇市嘛开价走悬。目前新台票换美金是30.38块，升达2.6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半导体制造商美光全球大裁员，台湾的美光嘛按算要裁掉150个员工。今仔美光的工会去美国在台协会头前开记者会澄清，因要求美光公司应该以合法公开、尊重员工意愿的方式来裁员。公司的气氛其实每个员工在上班都非常的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下一秒谁会被公司进行通知约谈。媒体又披露要裁员15%，那公司其实在协商一直说没有，但是根据他过往的新闻的砍的趴数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其实每个员工看到其实都是敢怒不敢言。针对台湾的员工常常裁员，工会表示讲，因甲公司第头一届的协商哦，公司并无诚意的回应，所以才会来美国在台协会头前澄清。伊嘛望讲，外商公司嘛应该爱提供台湾的劳工公开透明的资讯。
再来看民众买还未起好的换厝，常常拢会拄到真侪限制。消保处甲内政部等单位去年伫全台湾抽查5台建案，虽然整体无合格率一档是比一档较少，也毋过契约的内容有真侪违规的所在，所以呼吁消费者伫咧签约进前合约着爱斟酌看过。民众想要买有售厝高高一塔契约书条款是目睭睭，一无细致就成做建商甲消费者耍文字游戏。行政院消保处去年伫全台调查50个建案，发现契约内容违规项目是800款。建商呢会写说这个验收以一次为限啊，那以一次为限，那验收如果还是发现有缺失怎么办呢？难不成就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交付保留款交给我们业者吗？包含限制验收次数，加将交厝进前的修缮义务混淆做交厝了后的补救责任，甚至交厝保留款数额无到房地总价5%，所以消费者签约进前一定爱目睭备付金。部分的建商完全欺负消费者不懂，他就把你交付保留款减少，或者是直接大大方方写一个0，公然挑战我们的一个法规。去年调查结果整体无合格率差不多是7.3%，以109年的49.5%甲110年11.2%来看，有每年下降的现象，这甲新制上路有关系。在110年7月的时候，我们有修法，就是规范。只要是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在销售前，都必须要报地方政府这边来做一个备查。违规建商会依法处6到30万的罚款。消保处也呼吁建商免用个别参详来变更备查契约内容，消费者也会记得签约进前到实际登录网站，确认建案的契约备查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托尼基甲叙利亚大地震发生第14天了，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不幸过往。托尼基嘛宣布讲，除了重灾区的2个省，其他的所在搜救的任务已经结束。目前有超过10万间倒去的厝必须要拆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起嘛坐直升机去托尼基的灾区来了解状况，嘛宣布讲，美国会提供1亿美金的人道援助。甲托尼基外长同齐坐直升机探视灾区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去到托尼基，佮带来增加1亿美金人道援助的好消息。Had about $85 billion worth of assistance poured in immediately for housing, water, and food, and medicine, and clothing. All that in the immediate days following the earthquak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be putting in another $100 million to assist those who are so desperately in need. 总计美国已经对托尼基甲叙利亚提供1亿8500万美金的援助。布林肯也会见叙利亚反恐军控制地区的救援组织，被偷窥的成员，佮讨论当地救援工作。土司大地震了后的第14天，来自各国的救援人员伫各省转去的计划中搜救。当局宣布，除了卡拉曼、马拉斯甲哈泰2个省之外，搜救任务告一段落。不过，犹原有大约105000栋建筑物等待拆除，就100万人无依无靠要去失等，经济损失更是达到数10亿美金。Biz bu acıyı burada çekiyoruz. Gelin evinizi boşaltın diyor. Benim evim ayrı bir yerde. Evinizi boşaltın. Bina yıkılacak. Ve bekleyin şu insanlar enkazın altından çıksınlar, hele çıksınlar. Oraya gidiyoruz. Evlere girmek izin vermiyorlar. Ne yapacağız? 大地震迄当时，未少人交通无拢惊碰见，一阵搜救人员已经伫四庄仔厝下中救出数百只受困的猫仔、狗仔、兔仔等宠物。当地灾民表示，这场灾难是以前所无的，不过只要大家联手相助，就会当同齐渡过难关。另外，加纳籍的英超前球星阿特斯，当地方证实已经伫大地震中罹难，遗体19空运返国。加纳副总统亲自伫首都阿克拉的机场等候。公司新闻电话新编译。日本3.1大地震发生要12天了，东京电力公司决定讲要伫今年的春天甲热浪，甲处理过放射性太高水排到海里，已经引起渔民佮附近国家的反弹哦。嘛，因为最近是饲龟的季节，所以渔民嘛正烦恼讲会受到影响。渔船入港，甲对大海掠到的饲龟放入去桶仔内，这嘛正是饲龟大出的时阵，这种高级的食材正受日本家庭喜欢。
不过渔民甲餐厅业者即嘛是担心讲，伫春天到热天之间，放射性污水传水要排大海的代志，会影响因的销售量。本当にこの放水問題で、10年、20年とまたなんか量が戻るのが伸びたような、ちょっとそういう心配はあります。而日本3亿的地动就要满12年啊！对福岛的渔民来讲，现在互因的水产渔获量受到严格限制，严重影响因的生活。虽然试规是需要经过典型处理，才能避免中毒的食材，不过伫渔民当过10年，等到2021年放零渔获的限制，再加上学到新的掠鱼的技术，如果拄到试规大出，渔民认为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不过，即马政府准东电排核污水的决定，渔民甲在地海産餐厅業者認為會切斷因的經濟來源。汚染水のその海洋放水に関してはもう絶対反対、風評被害も出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恐れもある中で、こういう決定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どうしても自分たちは本当に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か。セシウムが吸着したり、ストロンチウム吸着したり、他の物質を吸着し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全部つなげた後に出てくる水はトリチウム以外の物質がほとんど取れてる状態になっていると。东电公司强调，经过泡沫的核污水放射量是1公升1500百克，比国家制定的标准1公升6万百克少真多。IAEA 也认定，这种放射量符合国际标准，未对环境造成危害。另外，为了要让渔民放心，东电也做养殖实验，让海洋生物甲鱼饲一个一般海水甲泡沫的核污水环境内面比，观察这款鱼依然正健康，希望会当得到渔民的支持。日本媒体都报新闻，去访问处理污水排放工程的现场，估计排放工会伫咧今年6月完工。但是中国议员对核污水排大海的做法正不满，南韩政府也正担心，要求日本一定要以安全而且符合国际标准的方式处理。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过来消息咯，咱来看早起有一寡伫台湾工作的外国劳工去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讲虽然防疫放令，也毋过咱的政府佮继续以防疫做理由，要求因出入境的时阵，共款爱提出相关的检疫证明。因认为讲这根本就是对因的歧视。Only migrant workers here have their quarantine in Taiwan. What a big discrimination. We need to abolish the government quarantine policy to lessen the burden of the migrant worker. 正10个外籍蓝领劳工伫行政院前讲出心声，抗议防疫政策放令了后，劳动部对外籍蓝领劳工的出入，要是设立防疫接机、检疫隔离、网络登录等等的关卡，同时家庭看护工职业工会批评，才会规定颠倒好康着中人。有这么多1、2、3、4、5、6这么多的关卡，他必须要过，又这么多是移工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或自己的资格上网去登录的这个状态之下，就形成了仲介会跟他们不断索要费用，所谓不给钱不服务。外籍劳工团体提出诉求，要求行政院做主，只是劳动部撤销无合理的规定，让蓝领的劳工恢复到疫情进前，只要入境就会当自由行动的待遇。劳动部回应，一寡劳工需要面对老大人，也是有儿童，所以针对特殊的个案，也是有隔离的需要。但是因为社福类的移工他必须要接触的是高风险重症的一些对象，包括65岁的长者跟6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免疫力低下或不全者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必须是在雇主的同意情况之下，才能在就是说雇主的家里，或是就是员工的宿舍，才能做自主防疫。那也必须要每天快筛阴性才能够就说工作。针对其他的防疫规定，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咧讨论，会配合指挥中心调整外籍蓝领劳工的检疫政策。记者麦上郑准由台北报道。台湾一档有超过300个行伫路面的民众车祸死亡。最近外国媒体嘛批评讲，台湾的马路就亲像是行路人的地狱。有高雄的民间团体就公布高雄上歹行的路段，亲像是大病院的附近、轻便铁路施工的路段哦。伊嘛呼吁市政府得爱重视改善。人行道关街无平，路面破碎，民众塞着轮椅经过，除了要小心脚步，以免弄到甲闪避乱停的机车和汽车停车格，只好冒险行去机车道。囡仔人骑脚踏车，更加是像在道路挑战比赛。
在人行道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经常是凹凸不平、不连续。好，然后也充满了障碍物。这个障碍物不只是民众店家的路霸，其实有时候所谓的街道家具哦，路灯。变电箱也经常挡住，让轮椅没有办法行走。台湾每一档有超过300名的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意外死亡。2021年的 A1 死亡事故内面，过路人占10%。分析过路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6成是过马路被弄到，以及被后车弄到。高雄市的高医营总这个大型病院附近，轻铁4天的路段和捷运车站边啊，拢是民众行路痛苦的路段。人行道外推啊，它可以很有效的缩短我们行人通过马路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行人站在这边的话，我们能见度会提高，也可以避免一些意外。交通罚款的预算里面。今年15亿编列的预算提拨3%出来改善高雄的交通行人安全。人行道外侧增加过路人伫路口的能见度，以及避免人行道顶面为机车停车格，降低人车冲突发生。民间团体提出具体的建议，呼吁高雄市政府甲交通的罚金专款专用，用来改善过路人的人权。记者李秀涵、赵冠高雄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推动路平专案，也毋过真侪桥倒摆民众嘛是感觉讲路根本就是坎坎坷坷，有的路关键架是差真侪哦。伊嘛讲哦，伫台中桥倒摆就亲像要参加障碍赛。开车经过台中市区的5环路，路面全部拢是布过分架甲人孔挂，或者是摇摇摆摆，无在条平稳。未少的骑车骑士更加是批评，这条路为三民路到台湾大道将近2公里的路段，路面的状况是搁较歹，互骑士是备受考验。我在透早开车送回后壁回就放落来，嘿，弄着开来落来。我是家己本身是还好，只是讲后壁今有车来。我速度慢啊，因为我较侪位，所以我速度会较慢啊。这条5环路串联台中市北区甲南区，周边阁有大型的病院甲景点，是市区的主要干道。不过路面坎坎坷坷，阁闭起，甚至阁有明显长条的壁巡，而且做只会使遮避遐避，就惊讲发生状况。另外，南区的中民南路路况是阁较歹，而且做讲骑车就敢若是障碍赛。有一部分是好的路啊，有一部分是烂的路。啊，你就骑到一半还是有那个危险性在啊。我们来这里已经10几年了，然后从我们来到现在，路从来没有重新再铺过，尤其是这边常常一个洞，常常在重复在修补。店家表示，当地挖库中道公路甲市区的交界，不过路面长期拢无中铺，甚至只有铺了一个车道，影响到交通甲生理。骑士嘛抱怨，这条路的路况是时好时歹，这个路面是做半途。重要道路车流量庞大或重车进出频繁的路段，已派员加强巡查。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全市累计完成铺平有2041条道路，累计完成的长度是667公里。对着民众反映的5环路段，将会伫4月份来施作，其他路段嘛将会加强巡检，搁再评估是毋是需要来重新铺设。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桃园白镇传出讲有囡仔伫公园的耍耍哦，脚去踏着尖尖的物件，着伤老花。家长向议员陈情，负责维护公园的公所是表示讲，未来要求摒扫的人员，着爱尽足来清理环境，嘛要求保全着爱加强巡视。相片内底4岁囡仔双脚受伤包起来，桃园白镇区新市公园传出囡仔伫山溪佚佗时阵，脚底无细致落伫大地沙内底，渐渐物件受伤流血。家长毋敢向议员陈情，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拥护。议员也建议放任免穿鞋仔入内规定。接获陈情，有幼童在我们新市公园沙坑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被我们的碎石或者我们的树枝刺伤，双脚流血。冒险型共用公园内底，山溪是囡仔上爱所在。不过，有家长表示，常常囡仔吃到面酸酸的，袂记早转去，留伫山溪内底，也可能暗中危险，造成下一个酸山囡仔受伤。小孩子玩啊，有些那些杂物啊跑进去啊，有个尖尖的啊，沙子都带走了，就不晓得啊。定期就是翻动一下底下的那个沙土啊，看有没有小玩具把它捡起来，就差不多了。
针对公园山溪清洁维护，平镇区公所表示，目前由清洁人员逐工巡查，搁捡物件，每礼拜进行全面冰刷，较大型公园也有保全驻点协助巡视。每周至少要翻沙一次，但它每天也会有例行的清洁。比较像重要的，像在新市公园的部分，也有聘驻点保全。那保全他每2个小时也会协助巡视一次。平镇区公所表示，暂时未放硬穿鞋规定，未来会请相关清洁人员保全加强巡视甲清洁。公所也会派巡查人员加强督导，来提高囡仔使用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头城中仑里甲下埔里哦，拄着风台落大雨，拢定定会淹水，因为附近无抽水站，10外冬咯，民众拢真困扰。县政府是表示讲，若是搁遇到风台，会先使用移动式的抽水机，搁会来研究讲哦，才敢有设抽水站的必要。去年10月，宜兰因为东北季风甲风台带来水汽，造成燕山乡七贤村拢是水。过去头城镇的头城家乡也有巷巷雨水淹的问题，淹水问题一直困扰雨量充足的宜兰民众。内面打雨的人哦，咱边读边收，啊有的话内面大放虫惨的拢淹命。以头城中仑甲下埔里为例，过去就摆因为大雨，加上海水为了河口倒灌，河龙田的水无法度排到溪河排水，造成2个里有淹水的情况。经济里就讲，启动市民众出来甲渠全拢浸海龙田道路，转河水淹。但是我们整个大洋的地区都没有做，我们是备有不患。因为当地位置在出口溪甲几条溪河排水系统，水尾会积地，地方认为边也会特别严峻6连排水门，只要拄到大雨，挂水伤济就无法度排水，将所设置收水站，也是请官府派临时的收水设备。在瓶颈症结找到之前，我们会先用移动收水机先来就紧急应急的处理。官府水资处讲，当地淹水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也爱调查，会先以有保移动式抽水机的方式，防止当地有淹水的情况。后续敢是要做抽水站，也爱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配合世界海洋日，带游客看海洋的华人业者目前正在进行一个观察头海洋的海洋生态记录。望讲呼吁各界都爱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因头一届出发去记录，就拄到一批乌鹅，是真难得，咱做伙来看卖。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一般来讲2月份是无看海洋的活动。不过为着要配合世界海洋日，花莲看海洋的业者为19开始进行60点钟观察头海洋派计划，结果煞拄到一批乌鹅，数量有60-70只。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尤其是出现了小宝宝，像是刚出生的那个样子，那个鲸豚其实身上都还有皱褶哦，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在世界鲸鱼日里面能够拍到这样子的画面，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世界海洋日是由太平洋海洋基金会在1980年发起的，后来甲每一年2月份的第3个礼拜当作是国际纪念日。观察头派计划都是为着要更加了解海洋生态所展开的研究，嘛呼吁民众注意海洋污染等等的问题。刻意或者不刻意的，我们已经伤害了海洋的种种。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是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海洋的生态跟环境形成压力。特别是废弃物这个部分。观察头派计划为今年开始拢总3年，这季会安排10个调查的船帮，专门找观察头的行踪，嘛做记录，也拿附近的生态、影像、声音、船帮的路线、甲文字等等的资料，嘛拢会提供给相关单位做研究。按算这个船帮嘛会开放部分的名额，互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六都各有部分的县市拢宣布讲，代理教师会改做1年1聘。早起立委范云和教育团体开记者会指出讲，全国各有8县市都还未改做1年1聘哦。因为目前教育部相关的修法，针对老师的聘用各有薪水规定并无明确。伊嘛呼吁教育部都爱赶紧来提出解决的方案。教育部目前是还未回应。这个小学当中，1年级的7个班级当中，就有3个班级是
聘用代理教师。李小姐后生伫主管相对济，台北市读国小，代理教师的比率竟然嘛遮悬。代理教师问题这几冬浮出台面，虽然教育部已经按算修法规定112学年度起，各县市要请代理教师要有完整的聘期，全年拢有薪资。目前嘛有一寡县市已经拢伫这学期来实施，不过也是有8个县市也未表态。那这8个县市，我觉得我们要一起给他们压力。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学期做不到，你难保他下个学期他就做得到。像南投县、跟花莲县还有台东县，都是以往招聘教师都是一个在开学在即常常会找不到老师的地方。那如果他们不跟进，我会担心这样子的差距，就是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大。嘛，因为代理教师的契约真侪所在动头轻，无重视老师的权益，嘛牺牲学生的受教权，所以因提出4项诉求，呼吁教育部爱督导全国甲预算编好条，确保112学年度全新制就路，嘛就爱监督各县市政府依法正式出发，避免人家的空劳超过8%，甲聘期内学校通解除契约的规定来汰除，解决各县市代理教师起薪无同的问题。保障教师劳动权。教师团体甲立委嘛表示，因为20下晡教育部就要检上高中以下学校检定代课、甲代课教师聘任规定的修正草案，嘛希望通听取各界意见，让代理教师有平等的权益。记者电话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婚龄未了一档哦，大约有500个阿婴仔出世，是婚龄关上少年的钟头。未了乡的轮后村活动中心，县政府规划公共托婴中心哦，特别启用咯。这嘛是未了乡头一个公共的托婴中心哦。未来阁有第2间、第3间，就望讲会当来鼓励少年人轻生囝。托婴中心的人员为做环境清洁。为了运营未了乡轮后村的活动中心2楼，现在正在规划乡内第1处的公共托婴中心，让在地家长感觉真方便。很好啊。怎么说？对，因为有些现在社会嘛，大家都双薪家庭啊，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孩子啊。所以如果有这个托婴中心，这个真的是不错啊。对我们这些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的话，是不错。文管府消委处表示，未了地区因为大数垃圾市场带动地方的发展，人口数不断增加，目前全乡达到49000多人，是婚龄关人口数排第3的乡镇。而且每年新生儿大约500名，嘛是上少年化乡镇。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县公所规划第1个托婴中心。轮后社区活动中心，咱未了的这个托婴中心是咱第1个伫未了的托婴中心，大概会当收托30名为出世到2岁的这个新生儿。若准讲伫2岁进前，伊就已经来接受咱的收托服务，会当延长到3岁消委处表示，过去未了地区因为无托婴中心，直接影响到外包商登记未了因素。但现在未了托婴中心将要开设，嘛正咧规划第2处、第3处的托婴中心，希望当减轻家庭负担，教育、幼儿服务和生育奖励等措施，来鼓励少年人加生囡仔。记者为你报道。民众若是有急诊的经验哦，可能有人会真怨叹讲，急诊的人真侪，嘛拢爱等真久。台病院就甲台的人工智慧中心合作，用病院过去10天上100万笔的急诊的资料，设计一套系统，会当协助医师来分析判断急诊病人的状况。急诊人这状况也真多，以健保署网站顶悬台北市医学中心的资料来讲，第20载时，台病院急诊就有100多人等要住院，平均需要等待2天到3天。为了减轻急诊塞车的状况，也减轻医护负担，台病院甲台 AI 中心合作，以人工智慧协助急诊的流程。急诊的病人千变万化，内科、外科各种方式都有，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诊断？我们担心的，事实上是会有一些遗漏。那所以从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把可能的诊断把它找出来，那在这个医师做判断的时候协助他。台病院表示 ，AI 系统整合过去10年100万笔的急诊病患资料，病患到急诊检伤的时，会甲病患的状况甲过去的资料相比评，向医师分析病患的检伤等级、住院可能性、死亡可能性，有需要点伫病院的时间等等，也透过追踪器掌握急诊病床、医疗设备的状况，缩减急诊的停留的
时间，因为可以早一点告诉医师，尤其是比较没有经验的医师的话，他们可能会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早一点出院，那可以提醒他。台大病医表示，经过调查，有7成医师认为 AI 系统有正确估计病患的状况，已经规划为2月开始，陆续伫分林分院、新竹分院试用，透过无同地区的跨境需求优化系统。记者郭兆水台北报道。戏剧演员脱线去年过身，脱线位伫台东的牧场，最近成立脱线故事馆，有脱线对细汉到老对演员转型起家，成做农民的记录。目前这个故事馆是免费对外开放，咱嘛做伙来看卖。这个扛棒是资深的台湾艺人脱线，伫30年前退出演艺界了后，去台东经营牧场的头一块扛棒。因为当初现在招牌，所以才有一点小小的名声。脱线用10多年的时间，才互这间牧场为了钱转做是趁钱，是真无简单。去年脱线高龄90岁过身，因厝内人为着要怀念伊这世人的奋斗，尤其是台语的演艺科仔，嘛互伫早期生活真艰苦的台湾人，会当透放心情。为1960年代开始，脱线就做笑话剧的演员，一直到伊退休，也阁特别伫牧场内底成立脱线故事馆，内底有伊早期的电影、唱片，也阁有早期演艺科仔拍片的文物。买当伫内底看电影，这个故事馆就亲像台湾演艺界缩影同款。从最早的黑白电影，甚至舞台剧，然后工地秀、餐厅秀，到网络直播的餐饮会，然后再来到台东的奋斗的精神。去脱线故事馆参观免收费，不过内底唯一一个爱付钱的，就是脱线分输景的票据，无人的乌青目镜，这是会当买回去的。不过脱线厝内的人希望大家来参观，不是看脱线的戏剧人生，是了解伊一世人奋斗的人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T1 职业篮球，昨暗发生严重的冲突。桃园文霸对台啤迎险的比赛，两队的队员冤家相拍，向台啤的助理教练，佮有两队的队职员，拢冲入去球场起骹动手，结果有12个人互赶出球场，向魔兽霍华德嘛因为想要甲队友扭开，互赶出场。要打起来了！哇，不妙！比赛结束进前50秒，球场发生严重的冲突。台啤助理教练林介豪对场边冲入去场内拍对手的球员，引起两队的球员甲队职员拢走入去场内规定拍做伙。这场T1列明桃园混霸对台啤英雄的比赛。先是混霸的陈孝雄伫进攻的时阵，敢若是有去讲到英雄的蒋伟安，蒋伟安失去控制动手，是第一波冲突，两个人互人扭开了，英雄的助理教练又搁冲击伫场顶，出手拍陈孝雄，引起第二遍的冲突，两边的人走去伫拍做伙。这次的事件，那云豹有6名，上尾英雄5个人，混霸7个人，总共12人被赶出场。混霸球星魔兽霍华德。因为想要保护队友的安全，也去甲队友扭开，同款被赶出场。伫比赛后，伊认为这种判罚无适当，也感觉讲家己被针对。台啤的总经理夏浩远是对球迷、联盟也搁混霸3方面道歉，讲会对助理教练林介豪甲相关的队员做严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职业篮球 NBA， 顶礼拜六办灌篮大赛，麦克朗4球灌篮表现了真精彩，是今年的灌篮王。也毋过，伊目前伫 NBA 只拍过2场比赛，最近伊的故事佮精彩表现是愈来愈受到注意。咱来看这礼拜的体育周报。Here comes McClung. 麦克朗背过一个人了，伫咧空中还阁向2个，搁再用脚只边对拿轻的方式甲球灌入去。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互球迷看甲会还强要落来，评审也予伊50分的满分。上尾这球，麦克朗穿伊高中的球衫，跳起来了，伫天顶射要甲540度，搁再甲球灌入去。落来涂骹了，伊模仿较有名的灌篮明星卡特伫灌篮大赛较有名的手势，这球也互麦克朗摕到今年 NBA 灌篮大赛冠军。不过伫咧比赛前是无啥人捌伊，因为真侪大咖的球星无愿意参加。今年的灌篮大赛，即只敢若拍过2场 NBA， 这位伫咧发展联盟的麦克朗参加，伊今年24岁，188公分悬。进前就因为弹性真好，跳了真悬、真出名，前2粒灌篮就互球迷话讲真有够快。
伫摕到冠军了，伊讲明年会来继续卫冕，也希望会当量产变做 NBA 球员。另外来看卡球，葡萄牙的球星 C 罗，伫沙特阿拉伯的表现是愈来愈好，加队友的配合也愈来愈密。比赛第17分钟 ，C 罗伫咧中场即个长传球，飞过3位防守的球员，助攻队友顺利提分。要伫咧第78分钟，双方1比1平手的时阵 ，C 罗伫咧禁区内面拄好卡着球，反弹到边仔队友的脚边，随起脚射门提分。这个意外的助攻，让 C 罗的安纳斯队上尾2比1赢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牡丹乡，这几档积极发展观光哦，来到这唔但有趣味的生态旅游，可以当洗温泉，嘛当了解戏剧斯卡罗演的牡丹社事件。香港所是正拍拼规划全面性的旅游路线，望讲互咱国内的旅游会当愈来愈舒适。这个公司戏剧苏加诺爆出了后，因为牡丹社事件历史故事，也带动地方的旅游。屏东县牡丹乡有9成拢是树林，嘛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这几年来，当地真拍拼在经营观光游艇，像玉海温泉、高速新社，拢有真侪人爱去行大翕相。乡内总共有10个景点，有草原，有海边，我们走到高士。有高士佛山，从车城这样进来，来到纪念公园那边，是希望以后能够更完整，就牡丹社事件场景的一些解说牌。牡丹乡的乡长潘总志表示，为着要提供更较好的旅游品质，乡公所嘛正积极在加强交通和通讯等等的硬体设施。我们一直在努力，在积极在建构，比如说像通讯、像道路交通，因为以后我们可能要推动电动脚踏车。可以让我们喜欢我们牡丹的朋友能够更深入，然后更精细的来走完每一个景点。牡丹乡除了原本就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生态旅游，未来嘛打算要推展电动脚踏车，希望予游客来到这会当有舒适的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的潮州，伫2020年地方就推动潮旅行的在地观光的行程。最近嘛甲附近的砖头做伙做规划，望讲游客来到这会当来了解规个潮州的生活圈，认捌伫大武山脚的各种的族群、各种的产业甲文化。行过客家庄，行入台湾的部落，深入了解大武山脚的每一个角色。台湾好基金会2020年头一摆伫屏东县潮州镇，和在地业者做伙推出潮旅行的深度旅游行程。不过因为疫情暂停一冬，即马搁再重新推出新的行程。12位领路人，自己策划，这些其实都是在地非常非常精彩的人事物，也是很重要的文化生活的根本。这回潮旅行扩大规划到潮州周边的乡镇，就是希望让游客愈完整来了解规个潮州的生活区啊，唔但会当体会到戏班文化，走入原民甲客家聚落，也阁会当了解到真可可啊、甲糯米等等，认捌生活伫咧大武山脚的各种族群甲各种产业。潮州是一个核心、一个中心的重镇，变成一个整个潮州一个生活圈，这样能够更好的把周边的邻里的乡镇也一起带出来。希望说大家来这边看我们的环境之后，回去之后呢，能够把想要改变自己环境的心带回家。另外，这回潮旅行嘛增加生态行程，除了希望促进潮州的观光、推广文化，嘛是希望传达守护环境的观念，带动地方营属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意大利有全世界上出名的威尼斯名具嘉年华，民众来到威尼斯，唔来当欣赏热力滚滚的游行，卖当去当地老店学安怎来设计名具、做名具哦，是真趣味，咱做伙来了解。敢若小几啊壳的名具，搁搭配华丽服装。意大利威尼斯的名具嘉年华，自这个月初11日办到这个月2日，要参加就要先有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名具。伫咧威尼斯圣马可空庭附近，就将在这种设计工作室教游客做名具。È importantissimo perché noi trasmettiamo la nostra tradizione per un'ora a quelli che vengono a fare questo master, diciamo. Tutta la nostra sapienza, tra virgolette, perché in un'ora non è che poi, però vedo che la gente si diverte molto e apprezza.
今年66岁格拉索做评估已经40几档，每期办嘉年华时阵，就会甲这道传统民歌工艺教予有兴趣学的游客，一天平均会当教7位到8位游客。伊的后生尼可洛就是伊第一个学生，这么负责处理游客有约上课的代志。做评估无亲像想的这么简单，主要是画草图，结果做模型，等评估的模出来了。结果用锅啊，加一层一层浸过水的纸搭起嚟，等到规拢打熟了，再加粗边抹好油，才袂伫咧挂时阵去烤掉。上尾啊就是上色加增色，因为制作的过程真复杂，所以游客伫咧上课时阵是拢摕到已经完成的12种面具的模型之下，才画色加增色就会使。ベネチアンマスク作り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アートが好きなので自分で描ける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あとお店の方のデコレーションがすごく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で。伫咧上课时阵，格朗索伯仔囝也会甲游客讲威尼斯的故事。有人写是讲有千年历史的嘉年华，有人写是讲每一个民居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特别的所在。伊讲威尼斯因为受到气候变迁严重的影响，人口开始外移，真侪古早的手工艺强美食团。È importantissimo tramandare questo tipo di attività perché si continua, diciamo, comunque una tradizione locale e soprattutto sono delle attività che ti possono dare veramente delle soddisfazioni immense. 伯仔囝两个人希望借着游客的学习，和传统的工艺有机会当传承落去。也用无同的方法，包括社交媒体，和这份古老的手工艺术，会当和更加侪人知影。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间是伫拜二暗时到拜三透早，也毋过拜五阁有另外一个冷空气的落南，所以北部温度会阁降哦。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